无声无势，互你行一条。小姐，无紧早都已经过去啊呢。你看啦，当然啦，这会还袂分花咧。小姐这2天拢无好好困，真主惊你身体会怕歹啊。特别煮一碗莲霜汤要来让小姐你啉呢。汤来就好。是。哦，原来小姐这2天拢无好好困，都是你小姐那皮风湿。我看卖咧，嘿，为何白梦啊？无行呢！你家看，这那皮肤顶面是有高丽的粉彩，搁有一尾龙。哎呦，这尾龙吼，搁是用金线落去天的呢。这龙的目睭，敢毋是小姐你上介意爱？迄2块小费银咧。哎呦，小姐，哎呦，小姐，哎呦，你看，你为着手那皮肤哦。小姐，你的嘴拢扯起来安尼，哎呀，若是叫你梁王祖看到吼，一定会讲，用妹啊，用妹，为着受这领皮风，小姐你的手遐尼那粗，遐那呢，我是唔敢哦，真主。哇！你安尼愈来愈放肆，也敢伫我面头前甲我笑。好，我今仔日吼一定要好好甲你教训一下，看你后摆佫会敢安尼啊？唔敢？小姐，你个咋个？哎呦！死金龟啊！吼，你袂输甲你死到来情网空呢？安尼行遐尼紧，嘿！哦，你明明也插较恶人呢，是你来弄我，我无讲你，你搁颠倒咧骂我。你用你迄粒石头来讲我的金龟头，加在我这金龟的皮吼是润搁顶，这粒若死龟就变做2边。你即摆讲啥？你骂我石头？啊，都用石头啊叫人讲，哼，那我是珍珠呢，你讲骂我石头啦？石头就石头嘛，啊，就搁假，你讲我甲你拍，哈！你个走！小姐，你看啦，金龟逐摆拢硬去啦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明明有看到哦，是伊伫要拍我，伊搁讲我要欺负伊，啊明明拍人喝酒啦。你敢讲？啊，老爷，你叫人讲啊你。好啊啦，真奇怪呢。恁2个若是见面大呢，搭喙鼓搭拢袂停，一点仔规矩就毋捌。金龟，你来这有啥物代志？哎呦，有啦，我去互讲一个吼，差一丝仔上重要的代志甲放袂记的，我就是要来找阮王子嘛。王子啊，王子，莫再白叫啦，你拢怎无来啊？哈，王子无来，哈，代志大条咧啊。金龟，王子敢是伫咧庆功宴呢？哎呦，小姐，你真是有所不知，听变了。迄问题出伫迄个庆功宴，通宵达旦是醉天天，突然传来送阮的声的地图前，迄个王子醉茫茫，啊，就走最前啊，走最前，王子酒醉出庭。哎呀，你要哪会用的？我赶紧来去甲伊看。你动动动，你停停停！迄代志全是出伫迄个酒醉舞团了军令，王子走去咧城楼顶，关着兵，哎呦，一时无小心，伫咧城楼下啊跋去咧城楼顶。险险着往死城中做幽灵啊，做幽灵！也即嘛王子人咧，紧讲啊！王子手关脚高转，啊毋过啊积一个头弯弯，两蕊目睭毋知练去带，啊塞一个有喙齿，却无下海，我伊迄个。金龟，你即摆咧讲啥？
即摆咧吞喙烂。伊迄支手骨震动海，啊，行路摆一个摆，啊，就摆。伊讲一定要来吃，互你看卖，哪会甲答也袂来呀？也袂来。真主，王主人有来无？无呢。真正无来哦！食难的啊，哪都差嘛哩。是发生什么意外？你莫阻挡我，我爱赶紧甲你看一个。小姐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吼是金鸡玉叶，唔通去番仔营端乌白葱、乌白卵，安尼是会去互人笑死的呢。无喏，无啦，这款小可大代志吼，互我金龟甲珍珠来处理得了。行，等下，你叫我带去倒？来去找王子啊！奇怪呢，王子是恁兜的啊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你就不爱去？哈，你真是不爱去？哎呦，阮王子的代志，甲恁小姐就有关系，甲恁小姐有关系，就是有你的代志，有你的代志，你就一定爱教我来去。我啦，小姐，哎呦，小姐，恁叫我莫去，抑我是要去好，抑是莫去好咧。我是伫在滚孙石出去拍着惊。勇哥，你是安怎呀无？我哪有安怎？我大哥惊用性命，哪有对啊唔好？无安怎？毋过人金贵伊拄则讲你，讲我安怎？伊讲你对城楼骹挂起你城楼顶。楼骹是要咱跋喺城楼顶啊？是啊。哎呦，啊那毋着过迄个金龟共骗去啊！哎呀，金龟讲你大兄，你就是大兄。哎呦，人是替你担心呢。金龟甲人骗，你搁笑我大兄，人无爱甲你好啊。你唔讲好，我是要甲什么人好诶？哇，哪有一领衫遮尔正水？哈哈，我知这是杨梅你做诶，真水，佮金当当。这个色水甲我诶衫真有配安怎？我知，一定杨梅，你要做送我着，我穿安尼有水无？送你哦。这毋是咧，兄我非亲非故，凭什么我这领披风就爱送你呀？你毋是要送我，无你是要送啥？好，你猜。我猜，我就猜呀。混吞袂开那鸡卵啊！天地包包在中，这个滚啊来滚去是真好耍，出一个宽鼓来开天门。哇，你即摆是伫咧讲什么？我哪会听拢无？我即摆伫咧讲的是讲天地人啊，三皇继承是分我地，人类祖先本是同一家哦，子子孙孙是愈传愈多啊，人讲树大着爱分花。原来亮哥你是伫咧讲故事啊？是啊，淡薄细金故事是真精彩啊！
对无？这毋是。我知，毋是迄个，就是这个。伊要互你，你紧来甲摕，紧来。你哦，上到我咧白讲啦。阮良真贪心，皮肤个人，我拢总要爱。哎呦，放啦！我唔准你动脚动手胡乱来。哎呦，哼，查人哦，人伫讲是海底针啦，话变就变，我是什么时阵去得罪到你啊？你哦，你家己做啥物代志，你搁假唔知影？原谅啊，你搁原谅我一摆就好咯。小妹，这个叫背受气啊！这个叫背死。是。